對咧 Epstein 真係個衰人，搞到我對佢哋都冇晒信心。事實就係我哋見唔到雙方都公平對待。好啦，我哋繼續講落去。SAS 公司而家大崩盤，星期二 SP 入邊嘅軟件同數據類股票一下子蒸發咗3000億美金市值。有人話呢個叫做 Claude 大崩盤，我都唔知我信唔信呢個講法。但係星期一 Anthropic 最近都幾有氣勢，正如我哋之前講過，佢哋宣布加咗一個法律工具，加咗去 Claude Code Work 度。如果你唔知咩係 Claude Code Work， 呢個同我哋上星期講過嘅 Claude Bot 唔同。其實呢個就係所謂嘅 Claude Code 或者一個編程代理人，呢個係俾知識型工作者自動化工作同埋做多步驟任務用嘅，唔係淨係問大型語言模型一個問題咁簡單。佢可以幫你做一堆實際嘅動作，你可以自動化執行，設成 cron job 定時任務，每日每個鐘每個星期點都得。呢個特別嚟講就好似一個插件俾你做同法律草擬同研究有關嘅任務。對零售投資者嚟講，呢點意味住咩呢？我哋一陣會深入講 Brad， 因為呢個係你專長，就係好多法律科技初創同上市公司都中咗招，受咗好大影響。Thomson Reuters 跌咗 20%，LexisNexis 一個案例法數據庫跌咗 15%，LegalZoom 提供法律意見同文件都跌咗 15%。同一時間呢 SaaS 軟件即服務呢都繼續受到呢個概念嘅負面影響，即係話喺軟件會被度身訂造嘅工具取代，然後被淘汰。Figma 跌咗 13%，Salesforce 10%，ServiceNow 10%，Adobe 8%。其實就算未計星期二嗰次大跌 Brad， 你都可以講下，軟件本身已經係今年 SP 表現最差嘅細分板塊。順帶一提咧，你報嗰啲數字其實都已經係大大低估嘅情況，我哋已經抹走咗，市值蒸發咗幾萬億美金。Figma 由高位跌咗80%，其他大牌都係嘅。係啊，講清楚嘅，呢啲係2日內，即係今個星期發生嘅事。係啊，你可以同我哋講下大局。呢個真係一場大災難。我年頭嗰陣嘅 CNBC 應該係1月6號拎可以揾翻出嚟。當時有人問我，你點睇嘅股票全部都跌咗？我就話聽住啦，佢哋全部都跌咗，而90%都係應該要跌嘅。咁我哋一齊睇下個圖表啦。David， 我知呢個係 SAX， 呢個係你最中意嘅圖表，你同我哋22年都諗過，不過而家已經跌到歷史新低，我哋而家市盈率只係 3.9 倍預期收入。如果你睇下一張圖啦，Nick 佢自由現金流倍數都係歷史新低，所以而家軟件股唔單止收入倍數低，自由現金流倍數都低，佢生意其實好賺錢。我哋仲有一張我覺得好重要嘅投影片，就係你睇下點解佢哋會跌，係咪即係佢哋跌緊？呢個係講 Salesforce， 你見到過去幾個禮拜已經跌咗一半啦。但係最後一張投影片，佢哋跌唔係因為收入下跌，你睇下呢個軟件公司嘅收入其實都係穩定，甚至有增長，收入增長。佢嘅跌係因為我哋將未來嘅不確定性截現咗落去。當有啲嘅深遠嘅嘢好似 AI 咁出現嘅時候，突然之間你就會開始質疑究竟係咪真係咁有把握？未來嗰啲自由現金流係咪真係咁有確定性同埋持久性？以 Salesforce 為例，佢由30倍自由現金流市盈率跌到15倍，即係話而家買入嘅人會話，聽住，我覺得未來15年我都可以靠呢啲自由現金流，係咪？之前佢哋願意提前30年嘅支付費用，管佢而家嘅 AI 點樣，我哋又點知7年後會發生咩呢？為咗讓普通消費者理解點解呢啲公司業績達標，但係股價卻下跌咗，佢哋係兩件完全不同嘅事，係嘛？好嘅，所以佢哋雖然達到咗目標數字，但係人工智能帶嚟嘅逆風意味住人唔相信佢哋未來會保持強勁勢頭，嗰啲就係代指。好吧，我嘅意思係，我覺得當啲人話人工智能將摧毀 SaaS 咧，呢個其中有啲輕率之嫌，我唔認為嗰係真嘅。你指嘅係好似 Salesforce 咁嘅 sales 產品係嘛？呢個非常龐大嘅系統，佢處理你所有嘅客戶聯繫同收購控入，你唔可能用未經全面審查嘅編碼助手生成嘅代碼嚟替換佢。睇下過去25年咧，有幾多個 bug 報告嘅 Salesforce 嘅代碼庫入邊咧被提交過，可能有幾百萬個。呢個系統已經喺成千上萬個大型客戶同企業度測試過。你話就冇將成個系統拆咗，然後用 AI 引擎機率生成嘅代碼嘅取代，就係尋日咁做，再加上一個細隊嘅團隊去內部維護，對我嚟講呢樣嘢唔現實。
咁所以我再講多次，我覺得話所有 SaaS 都死晒呢個咁嚴重嘅預測，其實係誇大嘅。不過我都覺得其實有啲問題喺度。如果你係一個收費好貴嘅 SaaS 產品，但係用戶其實只係用你少少功能，咁我覺得你就真係有機會成為目標嘅，俾人用嘅更加度身訂做佢哋嘅取代，係咪先？因為回報率根本唔夠高。我都覺得你要好清楚自己喺呢個新世界入邊嘅護城河係咩？因為而家寫 code 同抄嘅都容易到好多，所以如果你睇一睇好嘅護城河咧，你就真係有危險。但係我覺得對 SaaS 公司嚟講，最大嘅威脅其實喺呢度。咁我哋嘅唔係話佢哋會唔存在，我唔覺得呢個係生死存亡嘅問題。重點咧係未來價值會喺邊度被攞走。等我舉例子俾你聽，而家好多 SaaS 產品都喺自己嘅工具入邊推出 AI Copilot， 有冇做得幾好啦？但係佢哋都只可以喺自己個沙盒入邊玩。但係你睇下而家 Cloud Cowork 呢啲產品，佢有連接唔同 SaaS 工具嘅 connector， 佢可以喺唔同工具之間嘅數據翻嚟，佢可以無縫咁喺唔同數據庫同工具之間運作。咁樣其實都幾吸引，係咪先？即係話你會喺邊一個產品做你嘅工作空間呢？我覺得你一定會想要一個可以跨平台、跨數據同情景都用到 AI 嘅工作空間，而唔係每個工具入邊都各自有一個獨立嘅 AI。所以我覺得對 SaaS 公司嚟講，風險唔係話佢哋會被取代，雖然某程度上都會發生，但係更大嘅風險係佢哋會變成舊有堆疊入邊嘅一層，然後而家有新一層會喺佢哋上面建立，變成咗更加舊式嘅基礎設施。而所有重點咧都會轉移去新一層堆疊度，而價值增值就喺嗰度發生。如果真係咁樣，佢就會影響到佢哋未來嘅機會，係咪？因為好多呢啲公司咧都寄望 AI 係冇乜下一步，你睇下佢哋嘅產品路線圖就知啦，係咪？全部都同 AI 有關。所以對我嚟講，我覺得最大嘅風險就係下一層堆疊嘅價值俾其他地方攞走。係啊。我哋創業圈都感受到呢樣嘢，大家都會去你所講嘅重點位 SaaS。而家最有生產力嘅做法就係整一個 OpenClaw， 之前叫做 ClaudeBot， 不過唔係 Anthropic 嗰個。呢個就係我上個星期講過嘅開源項目。其實我哋而家已經整咗3-4個咁嘅 Agent SaaS， 我哋已經買翻嚟睇翻嚟。工作室而家我哋仲喺其中幾個上面運行緊 Kimi， 我哋仲要為呢4個 Agent 開咗 SaaS 賬戶。咁所以其實我哋短期到中期內SAS 開支都升咗，因為我哋開多咗 Slack 嘅企業版，多咗 Notion， 多咗 Google Docs， 基本上就好似多咗4個員工㗎。但係而家我哋已經將大約2-3成原本人手做嘅工作交咗俾呢啲 agent 做，我覺得每個月都可以持續咁樣將大約1至2成人手工作轉俾 agent 做，但係我哋永遠都唔會用嘅工具內置嗰啲 agent。講翻你啱啱講嘅 Sex 用 Notion 嘅 AI 工具幾好啦。Slack 都幾好用啊！而家 Google 嘅 Gemini 又喺右上角到處都見到，但係如果你用 OpenClaw 嘅整 agent， 又叫佢哋話喂，幫我哋日曆嘅資料 send email 俾某個人，仲要夾埋嘅 Notion 文件入去，真係勁到難以置信。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將來會被 open source 擁有，即係話下一代公司可能根本唔會開呢啲賬戶，佢哋會用更加度身訂造嘅軟件。而且可能所有科技都會帶咗通縮效應，我哋都知道呢樣嘢，所以你用啲 SaaS 嘅開支可能會由員工人工嘅1/10跌到1/20，再跌到1%。我覺得呢個就係未來嘅趨勢，代表呢啲公司真係要大幅縮減開支先可以保持盈利。佢哋仲要大幅度冇改進自己嘅產品，一定要提供更多價值同埋更多黏性。Freebird 有啲咩睇法？等我簡單回應一下。我諗回應其中一點，我覺得 SaaS 公司其中一個真正嘅難題咧，就係佢哋應該做開放數據定封閉數據。我哋 Bill Gurley 都有提出過呢個概念，而家唔再係開源定封閉源碼嘅問題，而係開放數據定封閉數據。你都明白點解佢哋會想做封閉數據啦，係咪？特別如果你係好似 Salesforce 嘅大型套件，你就可以話自己係 AI 嘅工作平台。你已經有足夠嘅工具，你嘅套件都夠齊全，你想提供呢樣嘢，你想睇到 AI 價值層。但係如果有人用 CloudBot 或者其他新一代嘅 Chatbots 之類呢，佢哋同其他所有嘢都連接埋一齊，佢就會喺企業入邊造成阻力，咁樣就會俾競爭對手有機會入場。話唔係，我係開放數據，我唔介意唔係你所有嘅工作平台，我只係願意做 CRM 數據庫。
可能佢哋就可以靠呢個方式攞到生意。咁我諗喺呢點上再講多啲 sex 啊！我而家嘅公司入邊搞緊一個叫 Ultron 嘅項目，而 Ultron 係我公司內部推出，佢會基本上我哋用 Slack API 將 Slack 上邊每一條信息都拉入我哋嘅 Open Call， 我哋亦都將 Notion 上邊每一次編輯都拉入 Open Call， 跟住我哋會攞晒每一個員工嘅所有技能。我哋會為每一個人寫低佢哋嘅技能，其中一個技能就係幫 This Week in Startups 或者 This Week in AI 預約嘉賓。咁另一個技能就係幫 Found University 分類入邊收到嘅申請。Ultron 喺我哋嘅世界入邊咧，會將每一個員工嘅所有技能集中咗一個地方。之後我哋會攞晒 Slack 嘅所有數據、Notion 嘅所有數據，仲有每一個人嘅 Gmail， 即係話每一個員工嘅 Gmail 咧都會入咗 Ultron 度。然後 Ultron 咧會話我哋知公司入邊發生緊咩事啦，就好似有一個超級員工擁有晒20個人嘅超能力同埋所有數據。而家如果 Slack、Notion、Google Docs 或者其他人同我哋講咧，你唔可以用 API 嘅呢啲咁出嚟，佢哋如果關咗 API， 我哋就會即刻走，馬上離開。咁樣會帶嚟咩影響呢？咩事啊？我星期五啊 This Week in Startups 嗰集會示範 Ultron， 如果有人想企 Ultron 會成為公司唯一一個標準員工，基本上就係我同我20個員工嘅集合體。你睇落其實幾震撼。我哋嘅 Slack 同嘅互動，佢會同我哋傾偈，話我哋知公司入邊發生緊咩事。所以我問你，琴日我哋同創辦人開咗啲咩會，同埋話我知所有助理記低咗啲咩筆記。咁就會俾翻佢資料，我問個 podcast 有咩主題同嘉賓咧，佢都會俾翻我。即將發生嘅事真係難以置信，但係啲人可以推出呢個軟件 Brad， 因為如果你推出一個可以幫你做嘅代理人軟件，一旦出事或者洩漏嘅數據，我哋 Benioff、Sergey 或者 Notion 團隊都唔想負責，但係我哋而家就係緊做緊，呢個係一間公司最高效嘅極致。我啱啱 send 咗一張 slide 俾 Nick， 係高明今個星期出嚟。呢張 slide 真係好清楚嚟講嘅 David Sacks 啱啱講嘅重點就係未來嘅利潤池，唔係話軟件已經死咗呢個睇法，真係好荒謬。我哋啲人會有智慧咁去講呢個論點，但係而家大家講緊嘅論點令到呢啲公司估值大幅下跌，就係話軟件可以睇到嘅利潤池越嚟越細，而代理層可以睇到嘅利潤池就越嚟越大。當呢樣嘢發生嘅時候咧，嗰啲軟件公司嘅終端價值同折現率咧就會受影響，會急劇下跌。所以有冇事可以同時係可能真係唔會有人取代 CRM， 但係同時都真係唔會再有30倍自由現金流嘅估值。而家只會用17倍自由現金流去交易，因為市場供應嘅未來嘅總可用市場聽咧，而家已經徹底同永久咁改變咗。咁有咩可以改變呢個情況？其實只得一樣嘢可以改變到，佢哋要加快核心業務嘅收入增長，證明自己係 AI 嘅受益者，係咪先？同埋要證明唔會俾 AI 蠶食晒。我可以同你講間做到呢樣嘢嘅公司就係 Databricks。喺過去3個季度，收入增長重新加速。佢哋而家規模咁大，都仲可以增長超過60%。Snowflake 都重新加速緊 ，ClickHouse 重新加速。軟件中存在受益者咧空間，因為佢哋添加咗人工智能工具，絕對地。因為所有呢啲咁嘅人工智能工具都依賴於數據同埋數據轉換。對於所有呢啲公司嚟講咧，數據及其轉換都係喺呢啲平台上邊咧進行嘅。呢個同 Satya 所講嘅截然不同。Satya 所講嘅只係喺 CRUD 數據庫之上運行一個薄薄嘅應用層。如果你從事應用軟件行業，最好擁有經久耐用嘅產品。我覺得 Sacks 講得好清楚，對佢哋嚟講咧，就要做到全方位 AI 咧，好困難咧，因為佢哋只可以用自己嘅數據，冇辦法接觸到其他系統。Freeberg， 你點睇？ Benioff 會唔會照咗一貫做法，收購一大堆公司，然後幫佢哋提升效率？如果你係 Benioff， 你會點做？我唔會評論 Benioff， 我只係想講下自己嘅睇法，唔會太過武斷。但係我最近嘅經驗就係過去60到90日，我哋用緊嘅工具，發現而家可以做到以前做唔到嘅嘢。我睇返以前嘅軟件呢，主要都係提升員工生產力，幫人做嘢。而最近大家成日講嘅轉變就係呢啲工具真係可以完成成個工作，佢哋嘅 agent 或者其他嘢真係幫你做晒嘅嘢。
但係我覺得而家我哋開始着重嘅係佢哋做到人類做唔到嘅嘢，而我覺得呢個先至係重點。呢啲工具嘅威力開始迫使我哋嘅定價模式同創造價值潛力方面都要轉型。第一，我覺得而家擺咗我哋面前嘅價值創造潛力真係大到不得了。我會咁講，你而家可以將所有軟件公司嘅市值加埋一齊，然後大膽估計5年之後成個數字會高4至10倍，但呢個增長唔會平均分佈，佢會喺唔同地方流動，能夠揾到方法去實現呢個價值創造嘅公司回報會特別大。但係我覺得第二樣即將發生嘅事就係，我知道有啲人已經開始試緊，但係根據我見到嘅轉變，我覺得呢個係無可避免嘅。由做緊工作到完成工作，再到做緊人做到咁嘢，去到呢個層次，你就真係創造緊獨特價值。所以我覺得而家我哋叫做 SaaS 嘅好多嘢，或者我哋叫做軟件嘅好多嘢，都會開始由以用量計價模式轉做以價值為本嘅定價模式。我覺得呢種模式會越嚟越似服務型生意，可能定價方式就係話呢件事會幫你公司完成，譬如話生物科技藥物研發會搞掂，工廠會起好，工程項目會完成，飛機會設計好，而軟件就會提供以往叫做服務型生意先有嘅嘢。所以另一個睇法去睇 SaaS 未來會點發展，就係 SaaS 基本上會接管成個服務型經濟。如果你睇下服務型生意嘅市值、收入同埋利潤，再假設佢哋而家會大10倍甚至100倍，而所有增長都會歸入軟件度。我覺得呢個咧就係未來幾年成個行業會轉變嘅方向。而家我哋已經開始見到呢個現象，我自己都親身體驗緊，因為我而家用緊嘅工具去做嘢，我哋人手或者嘅資源去做嘢嘅，靠自己，我可以用呢啲工具完成一啲極之複雜嘅項目同埋任務。以前我可能要請服務公司先做到，仲要請成班人，甚至要用幾年時間去研究。而且好多時，即使有咁多人同咁多年研究，都未必做到，因為喺軟件入邊已經有智能。所以呢個就係我對未來發展嘅整體諗法。所以要話 Benioff 應該點做，從併購角度嚟講，其實都幾難下定論。但係我覺得重點係軟件公司會越嚟越似服務公司，會做價值型定價，仲有做咗勞動力同一般員工做唔到嘅嘢，而好多價值都會喺呢度產生出嚟。我有個想法可以接住你啱啱講嘅，就係我哋而家見到唔同工種開始合併埋一齊。例如你有產品經理啊、UX 設計師啊，仲有開發人員，依家呢3個職位都開始爭住做同一樣嘢。有啲設計師會話我可以用 AI 嘅寫 code 啦，有啲工程師又會話我可以用 Figma 插件自己搞埋 UX 啊，產品經理又會話我兩樣都識做。然後你再睇下中層管理人員，好似你創投公司、我創投公司或者喺 Amazon 做過嘅 Sales 咁，佢哋會去開會，決定開咩會，定議程、分配代辦事項，全部都係冇乜搞。咁呢個例子呢，好簡單啦，但係大家都會有共鳴。依家聽會都係用 Zoom 搞，係咪？而家連行動項目都係自動產生，所有工作都整合埋一齊，一個人可以做3-4個職能。當呢啲情況發生嘅時候，你會見到公司用更少嘅資源做到更多嘅，即係話每間公司同每個員工嘅賺錢能力都會大大提升。一個人可以做3-4份工啦，成個盈利模式都會完全唔同晒。好似 Amazon 咁，佢係我心目中未來最有潛力嘅公司之一，佢哋將來可以用更少人做到更多嘅，真係非同尋常。如果呢度仲唔夠明顯嘅話，我完全俾呢隻張開嘅爪迷住咗啦。咁就好似喺公司裏邊打造自己嘅奧創咁樣，就好似咁樣，神級 CEO 可以勝任所有工作，佢徹底改變咗一切。我認為呢個係我自互聯網誕生以嚟見過嘅最鼓舞人心嘅事物。講得好，冇錯，確實係咁樣。我頭先想表達嘅意思就係，我認為呢啲大概就係全部嘅內容啦。